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怜悯慈爱，保守台湾这块土地，免于瘟疫的灾害，也让我们能够大胆安心的来做礼拜。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兼顾我们受伤的心以及我们的身体。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平安。6月份开始，我们新眼光读经就开始进入萨摩尔。我们已经离开4世纪不晓得你每一个月，哇，每个月过得很快。今年觉得好像感觉前几个月过得非常慢，好像时间冻结了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好像时间冻结了。可是当突破一个点之后，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那我们读经的进度一样在往前跑。那撒母耳记很重要的，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撒母耳这个人。撒母耳这个人他有3个职分。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撒母耳他是一位先知，他也是一位在圣地里面服侍的一个祭司，他更是上帝兴起最后拯救以色列最后的一位士师。在撒母耳记7章，记载到撒母耳带领了以色列百姓来征战，打败了非利士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当中其实是上帝为他们在征战。7章15节这么说：撒母耳一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些地方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乡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撒母耳真的是一位尽忠服侍上帝又成为以色列百姓很尊重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士师，也是一个先知，也是一个祭司。接续我们今天来读今天的经文，大家那里面戴口罩，我们就大声读一下1节到3节，来，请。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维斯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好，到这边，经文有说到撒母耳有2个孩子，一个叫约尔，约尔在原文是叫做耶和华为神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亚比亚，原文叫做耶和华为父也意思就是说，看来撒母耳对他2个儿子，他其实是有期待的。我想，尤其是基督徒的孩子，都会在名字的时候，都会特别对他有期待。中国人传统也有期待一直生女生，为了生一个男生，叫什么？招弟招弟，就像招一个弟弟过来下一个是弟弟，类似这样子。那我想撒母耳对他这2个儿子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可是我们不晓得是撒母耳他太忙了，还是因为某种的原因，这2个孩子他们的行为竟然跟祭司以利的儿子是一样的。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上帝，他们心中充满了贪婪的念头。经文记载他只顾着赚钱，他屈枉正直，他没有做到一个士师该做的一个本分。其实他这个最大的源头就是他对上帝他一点都不认识。圣经很多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信仰的确是无法遗传的。以撒母耳或者是撒母耳的爸爸妈妈，他们这么忠心的信仰服侍上帝，可是他的后代为什么是这么的离谱？以现在来讲，当我们
不放纵、不坚持教导我们孩子正道的时候，因为心疼他要补习、要工作、家庭种种因素，借口没机会、没有正常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就会像祭司以利的孩子，以至于甚至像撒母耳的两个孩子一样。当一个人对上帝不认识的时候，他的生命当中就会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其实，撒母耳的儿子如果算第三代了，第三代，其实不要说第三代，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例子看到第一代。当我们第一代、初代的信徒来到教会，如果他没有委身在教会里面，他没有积极的追求这个信仰的时候，他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他以为来教会只是交朋友，或者是只是俱乐部，或者只是什么的时候，他慢慢就会觉得来教会好无聊，这个信仰可有可无，这个信仰跟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以至于呢，想到就来。长老打个电话催几次，可能他也会来，这是真的非常的可惜。个人造成的影响这么大，何况你在信仰群体的。接下来4节到6节，我们就想到信仰群体，我们再一起来读4节到6节，来，请。以色列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因为撒母耳2个儿子不行士师该守的一个本分，造成以色列众长老他们就聚集起来。我想他们以前应该没有那么多那么团结。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团结起来，来找撒母耳。这些长老为他们的未来很担心。第一个，因为他们的领袖撒母耳年纪渐渐老了；第二个，撒母耳所选立的士师这2个孩子没有走在正道上面，让他们非常的担心；第三个，他们希望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像列国一个君王来统治他们。大家觉得到这边觉得这些众长老们有没有道理？我们再看下去，看他有没有道理。撒母耳说，第6节，撒母耳说，他不喜悦他们，不喜悦这些众长老说，你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撒母耳非常的生气，他觉得以色列百姓在舍弃他，因为这些众长老他们要将过去以色列传统，他们是灵恩的制度。所谓灵恩的制度，他们是用上帝治理的方式改成君王治理、君王统治他们的方式。这是在以色列上面很大的一个改变，从现在就要开始。原来撒母耳2个儿子事情做不好，照我讲程序上面应该是。他们知道问题，这些长老应该是来找撒母耳，请撒母耳求上帝帮助他们，可能就是换掉2个儿子另外立好的士师来拯救他们。可是我们看到众长老的反应却不是这样子，他们找到了机会，他们对撒母耳要求立一个王。原来这些众长老他们露出他们的马腿。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早就决定什么事？他们的想法，他们决定又再一次超越上帝的主权。他们已经决定好要如何的做，他们只是来到撒母耳这边，希望上帝替他们决定来背书。他们认为信靠上帝是不够的。我们在7章有看到撒母耳为他们征战，打败非利士人，夺回失去的土地。他们竟然还觉得上帝比其他列国还不够成功，上帝真是不给力。
以上种种的理由，正在显示他们的内心其实一直被蒙蔽了，就如同第8节所说的，他们素来都是这样子，从上帝引领他们出埃及旷野，甚至进入迦南地，他们都如他们的祖宗一样，都是他们的心常常被蒙蔽。以至于他们对大有全能的上帝的认识非常的浅。最后，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7到9节，最后2节经文这3节7到9节，来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上帝要让撒母耳了解，这些长老不是来寻求上帝的帮助以色列百姓再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却是要求他来同意他们早就已经决定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另一个王。他们就是执意要来另立一个王。所以上帝安慰撒母耳说，他们真正舍弃的不是你他们舍弃的是他自己，舍弃上帝的带领。原本以色列百姓，他们千辛万苦来到上帝所赏赐的流奶与蜜，这个美好的迦南地，应该是有一幅很美的画面出现。上帝的百姓活出公义、怜悯，吸引那地的人，成为世间人的光跟盼望。我们常常说，台湾人都不来教会，要带你一个人信主好了。我们也常常会想利用很多的方法跟策略，想把人推销进来，把这个福音推销给他。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不能活出上帝的样式，吸引他们，其实我们再怎么样的传都没有用。当时间一久，以色列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别的神明。如今按照经文来讲，这些众长老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外在看得到的事物总是特别的吸引人，而看不到的神，对上帝的子民来讲，常常只是头脑上面的神，而无法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神。所以，甚至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跟随神的道路之外，再另外寻找一个安全感。他们不愿意将生命交给耶和华上帝。上帝要撒母耳顺从他们的意思，但是要他们知道，他们将对这样的选择付出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如同这些众长老一样，我们有时候不小心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而当我们忘记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付出双倍的代价。其实，当我们失去了生命，何止是双倍？生命是无价的。上帝总是给我们人自由意志的去选择。就如同上帝现在任凭这些众长老他们硬着的心，上帝也常常让我们选择，因为我们也常常有时候硬着心，上帝任凭我们去选择。但是德国神学家莫特曼这么说：人的罪确实可以扭曲人跟上帝的关系，但是人的罪却不能扭曲上帝跟人的关系我们因为罪恶贪婪的心，常常想要逃避上帝的灵，
但是上帝疼爱我们的心，他永远不改变。不管我们如何，不管我们今天以前如何，上帝爱我们的心永远不会改变。约翰福音3章16节，是牧师还没有信主之前，常常骑着我的摩托车在大街小巷，在努力为了我的事业工作奔跑的时候，有时候有教会有跑马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上帝愿意给我们改旧换新的机会。今天只要我们愿意再一次邀请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王，我们一辈子来服侍他，来荣耀他，走他要我们走的路，不是我们自己走他要我们走的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有耶稣同在的一个新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困难跟患难的日子绝对不会将我们跟上帝分开啊！牧师这阵子50天，其实晚上睡觉非常非常的痛，但是这个痛只有让我呼求上帝主啊！我明天要讲道，你不能让我痛，因为我痛起来整晚不好睡，隔天就没精神。我拼命的呼求。我想，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一定会紧紧的抓住上帝，就好像之前以色列百姓一样，当他们在困苦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是一样的。当我们悔改、读经、灵修，我们积极的参与团契的聚会，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真正的翻转。牧师的家庭当初也是一样啊。当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紧紧的抓住上帝啊，直到如今啊，我们的家庭就得到翻转。但是当我们大部分的人出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常常觉得生命好像走在钢索上面的时候，常常都是我们很丰盛、很顺利的时候。牧师再说一次，我们出事情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我们信仰态度出了问题，我们跟上帝没有合一的关系，我们看重自己超过上帝，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可以来决定很多事情，而不是我们像以前一样，我们常常求靠上帝。当我们当了执事，当我们当了长老，当我们在我们工作事业上面，我们慢慢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求问上帝。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出问题。我们是否也如同以色列的众长老一样，求萨摩尔来帮我们立一个王来带领我们啊？我们要将这个王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牧师不知道，现在在你生命当中的王是什么？是我们耶和华上帝吗？是耶稣吗？还是你的功课、你的学业、你的分数？也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婚姻、工作、你的事业，甚至你对金钱的看重，你对社会上的地位、尊严的看重，让我们常常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我们要让这个世代的王取代耶和华上帝，取代耶稣到什么时候？弟兄姐妹，绝对不是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绝对不是我们的上帝不给力啊，绝对不是我们的上帝不够强啊，是我们没有了解到他的全能啊。你有专
倚靠过他吗？你有真正的放手交给他，你去经历他的恩典、慈爱、神迹奇事吗？在去年教会有一个音乐见证生命见证会，我不晓得今年还有没有在办我们有真很多的弟兄姐妹出来见证，非常的感人。牧师现在都还放在心里面，因为耶稣的关系，他的工作，因为耶稣他的家庭，因为耶稣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将耶稣摆第一位，他将生命交给上帝。人算不如天算。当中有一个弟兄分享，他可以得到有一笔生意，很大的一笔生意，可是后来被拦阻了。那个生意表面上有很大的甜头，其实后面碰到的难度很高。上帝爱我们，上帝出手拦截他，上帝出手阻挡他的那个招标。第二个弟兄姐妹他们分享，家庭的收入都是固定的，但是家庭的成员多了。我们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要生小孩，可是你们要知道，他们压力很大，对不对？他们一个出来，两个出来，三个孩子出来，他分享了，他虽然薪水没有多，可是他还是凭着信心在奉献，尽信徒的本分。也因为这样子，他们一家经历上帝尽时的供应有没有欠缺？没有欠缺人在地，上帝在天。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是世界末日的事情，或者是机会怎么错失了？没有考上自己想要的大学、想要的科系，没有进到自己想要一直争取、想要进去的那个公司，这次的升迁怎么没有我？上帝为什么无缘无故让我的脚受伤也甚至这阵子让我们的我们的几个长辈无缘无故在路上走路，在公园走路就晕倒了就趴在地上，眼睛肿起来。有一个老姐妹在巷子口走过去，被车闪到，整个人摔倒了，是不是破皮了？上帝你怎么会让我遭遇在生命中遭受许许多多的委屈可是牧师要说，上帝看得比我们还清楚上帝在天我不晓得那个老姐妹有没有抱怨，我也问过她，应该没，她都感谢主。感谢主，你被车扫过，你只是这边的破皮，你还已经80几岁，还可以这样走路，感谢神。摔倒到地，在公园摔倒，血糖降低，摔倒之后眼睛肿起来，头脑什么都没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谦卑悔改，常常在主的爱里面，我们都是上帝的宝贝的孩子。上帝不会放弃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一个计划。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最需要什么。我们不要急，上帝他会给我们。甚至上帝说：“我有我的时间，我会给你。”也可能是你需要的位置，甚至会超过你所求所想。当我们习惯将生命交给上帝，当我们真实将上帝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位，很多在十字路口的决定。很难在十字路口的决定，很多的在生活当中的引诱临到的时候，或者是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委屈，甚至有很多的病痛临到的时候，很多艰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喘不过气的时候，
牧师跟你说，其实这一些都很好处理。当我们将上帝摆首位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了。就如同保罗的那根刺一样，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要面对征战的，再不在我们自己去征战，乃是上帝会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征战。因为主他在征战，而且主会为我们每一个人负责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多很艰难的事情，很多的超过我们所能担当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但每当我们想念你的时，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避难所，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病痛可能没办法挪去，但是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力量。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信心、盼望，勇敢将主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再请敬拜团一起用这首诗歌带领我们来敬拜，一同起立。圣灵的感动，
保守看顾，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